春风来来去去，土草发香。抱怨夜夜空空，看无见面容。多来也蒙蒙，一丝也蒙蒙。但春发扬，空对梦。春意停停落落，银色天空。水点走走空空，流过树枝棚。多来也匆匆，一丝也匆匆。留下的痕迹，犹原样板做。还记得色糖果，风天水里走上桥，将条无歇困的故乡，喊你也听听来唱，烟花落水的歌，也金色强勇上场，你敢有看到？很想用木子来交换，相信你会苏信用，白梦。加油！加油！你好，我是陈琼英。我知道，你跟你母亲长得很像。你认识我母亲啊？爸，你回来了。嗯，她是陈琼英，我请她来家里玩。好好招呼客人。哎，爸，学校的事情晚上再说。欢迎有空常来玩。哎，你爸好帅哦！我不许你说别人帅，只可以说我。傻瓜，他是你爸哎，我爸也不可以。讨厌啊！河巴哪有那水啊，树有那花呐，山上哪有树那树呐，树有那花呐。怎样？有一股味道，什么味道？怪怪的味道。哎，这是阿尔卑斯山上的矿泉水，哎，纯净天然，而且听说矿物质的含量很高，对身体又好。我妈只要一听到什么东西对身体好，已经二话不说，马上买个2大箱。我阿妹也是哎，每次她只要听到有什么食物、什么补药对我阿爸身体好，不管多贵啊，她一定都会买。就算会被我阿婆骂，她也心甘情愿。哇，那他们一定可以成为好朋友。如果是这样就太好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小时候有听我阿婆说过，我们家附近的山上有一个叫做水沙连的地方，里面啊有天然的涌泉，听说那里的泉水可以治百病哎。我好像在《风土人情》的书里介绍过这个地方，虽然离这里不远，但是地处偏僻，不太好找。啊，对了，原来水也可以卖钱啊！那么我的好茶加上好水，一定会大卖。哎，就是这里。水沙莲，
因为有一个朋友，一家大小平平安安、顺顺遂遂。但是我最近感觉依靠，係咪我路咧無路用？我看到恁啥，人我尋求小鬼良善。係咪我想到鐵道？這個秘密，我看到心肝肚已久咧，是為到家好萬事興。我路咧是無要緊，我一家太善用個神咯，請媽祖婆保庇我來，妹。順順平平安安，順順遂遂。阿婆，你上班？你用哎哈？你上班？係咩兒？從猜阿爸，係兒麼？係咩兒？你總算轉來了，你爹麼？你哪沒有？一絲的消息都冇。洪天兒係生。也死，你總算轉來了，佢心肝有壓力，不愛看清楚伊的面。阿婆結婚咧你啊！嚇！喵跟我送佢轉來，而家下對房間地都，夾阿妹。阿妹，好嗎？用的喏。阿妹甲伊苗紅拜拜，穩倒的啊，可能哦，也是暫未做茶，中忝的咩？阿川姑啊。啊？兄舅老強因去哪啊？我唔知啊。你用啥哦？去茶園啊？哎，迄個兄舅現到做哪？不是啦，哎呀，茶園我飲天數。佢阿妹，佢無愛獻阿川姑去試米線來，好無？人偏嘛個偏，不傻天天，小鬼啊！等下考啊就好了。好，你拿東西嘞？從來啊，用的。我幫忙咯，看到阿爸。阿妹，唔少上鐵道的啦，咱補貼哦，怎會幫忙啦？你也經驗的哦，我係媽祖婆，生我本來看到阿爸死。我本來幫忙到。阿公有變老冇啊？老公冇解喏。佢係咩？我吐牙氣哦。阿妹，
这莫安样讲啦，既然就下困就好个啦。你咱们可以有某个事情，就向阿村姑老爱去做就好个啊。用的喏。终于团购嘞！那礼拜啊，你都退白去叔叔去上，我以前都朋友，可以嘛该生意好做嘛。不搞个事情，不搞不他。哦。哎，阿婆吹嘛，唔是笑啦。老人讲，阿婆啊，人艰苦，爱磨菜，你会沉浮个种子，就会你做主啊。哦，就算阿婆人艰苦，咩还有阿姑同阿妹呀。用到你俩咋？马个事情都砸我唔地，冇人在生意。行啊！阿爸，你要聽人講喎，終於團購了呢。係啦。阿爸，你要去哪邊啊？阿爸我去台北。哦，你都信房哦。係啊。嗌呢？阿姑講要去請阿細奶哈。阿姑真好做耶。你呀，你就什麼人？乜乃所以，將你問啊？阿婆奮鬥嚟呢？阿婆奮鬥咧，係幫我牽快咧咩？我要看見哦。我是老人講嘛，迄個啊，喺度什麼嘛？前年聽說嗰隻茶葉嗰個事情，是冇搭小機啊？哥，我看見懂認真呢，阿爸。認真嘛該啦，所以我們就教你嘅。做弟啊，為了這個錢啊，不給做家總，沒看過好咩？哦。哎，嘛個事情啊？阿婆吼人艱苦，要注意啊。弟。弄不可，你做唔對，不給好處咯。好啦，阿爸，我父母都差咧。行嘞。阿爸，慢行啊！阿婆，難道對唔可以進來？我冇講我冇進來啊！我創喺院唔開入後去，我冇敲人偏挨嘛。阿婆，你嘅身體要好啲冇啊？歹勢啦，我哋哦，我老阿姑喺邊度挨好。不過你這樣假設嘅偏愛，馬上攞嚟 face 你。你呀，唔通老年嘢，是可以在眼前。阿婆，你現在就唔會老啊？姑嫂，我唔會識佢啊。呀，就按樣唔同法，怎會是佢啦？市民呢，有冇老人進來？我攞住乾咗你啊！你阿婆，唔好傾我啊！傾我，即係攞人自家講唔起。唔知我嘅心誒，係講我嘅天嘅事情啊，我就唔會後悔啊。你會後悔啦？就算我後悔啊，我媽自家承擔啊。你承擔乜嘅？阿爸阿妹還有阿婆，為到你受到半條命就冇得了。阿婆，你唔是笑我啦，我笑就笑阿爸嘅天蛋啊，日下終於同搞你呢，係講天蛋出問題，我養解曬啦。有阿爸阿哥做個處理就好咧，你唔是笑，唔是管啦。阿婆，
唔通生理状况研究的，应该迄讲得出做会到，轻功信用的吼。你答应的事情，应该都做得到咩？你想要讲嘛个？啊？阿婆，参议官的事情，还有算无啊？我又无讲唔爱帮伊做啊。人嘅意思係講，像我參議官成功咧，我就唔是老市民聽分，遐件事情你們後悔吼？你哦，要按固執啦。唉，我有時講都無曉難，就險嘅哦，莫留個想念嘅來去，你這樣又唔當，你哦。阿婆，我講我老家有空下，還有講我老市民聽分哦，係100億嘅事情。唔好落強下。你哦，以為哦？你们用班冇啊？我从马祖庙街带去塘洞，你分到了，你有好好冇哈？你用班有请先生来看冇哈？迄咪冇水好，也迄个忝的，也不欠哈。用班的啦。哦咧啦，莫吵啦！唉，吵到我電腦疼。吹，我今日媽咪人出去啦！喲。啊。哦，今年嘅柚嘅茶很香哦。我有聽講吼，隔壁種嘅阿貴啊，又強看冇呢，我是東大宋哦，強到偏年無卡做神豬排。你吃敢很配啊？哎，你懂人咩啊？我忙干呢，喂，冇睇冇聲，我洗一下啦。沙豆其實就係一種飲茶嘅儀式。喺個日本自古以來就聞到茶の湯。當然，食茶嘅點心也就係和菓子。和菓子。阿婆做嘅點心哦，唔會太甜，又唔會太油，磅茶依度好呢。要做啲試看啦，嚟做嘅鹹嘅點心啊。唔適合嘅東西啊，就唔好拿出來講。冇就試看啦，愛做嘅甜嘅點心啊。你吃咖喱也是的。但請味道要啉一口茶，日本人哦發明很多很複雜嘅方法，然後飲茶一件簡單嘅事情，提升到很高尚嘅境界，真嘅係太有傳意咧。愛做嘅菜包，咩都有含義。佛，迄次人老太子年嘅條佛。琴，迄次由组合之間。上夫從輕開始，托推人和師傅都抱有強勁之心。情，迄次心無參念，為恁七家心意順服親親，無人事思念，他都長嘅意境。
迄有跳下嘅意見，他討老太子年用做腔下，無條無面嘅嗰種安詳寧靜嘅感覺。阿哥，你冇去做藝術家，真係醫大送啊！錯！你用香味連樹，用做個老人嘅茶藝館，變做又生又色啊！佢居然破色嘅茶藝館冇水摸啊！哥，什麼嘢？迄挨老妹挨無聽，挨會聽馬啥？挨都啲，挨個阿哥對挨親好咧。你嘅阿姑對你親好啊？你冇哪講什麼？啊，阿哥，我想到咧，哎呀，做得做茶藝館嘅做面下巴，做一隻蜈蚣，半蜈嘅條啲度潮來潮去，哎呀，乜要咁講誒？喲，一隻意見都好呢。唔過啊，嘅風水工程老米間都愛組織到，可非嘅工程會較大一些咧。哦，講嘅就係嗬。你老公啊？陳強英，你用慢講，我也係個裝逼哦，你也個態度哦，出來講清楚。出來哦！就媽的！阿姑。你問你多麻煩啊！陳強英，你行慢點哦！哎呦呀！阿姑聲呢條啊！其實係唔係人家啊？愛條阿婆冇？哎呀，唔是笑啦，強人哦，係阿姑吐胎嘅呢。阿姑又係啥無心也唔會技術嘅人，咁佢兩啥講就冇事情嘅啦。陳強英，哦，你那起的，那起的哪嘢？哦，冇法度，俺以前就講我都收得了。然後你偷食我同學送我嘅幾兩個，偷看我嘅錢嘅冇強用啊，也係犯罪啊！你欺騙我啊，向警察攞你關起來啊！喂，依家使乜去當神仙呢？阿婆嘅花，我又唔敢違背。我又唔知個人家又係學人家反應啊！最少祖父老人陳婆係門當戶對啊！喺做事咪有得聲型嘅，咩當規矩啊？人非到人學人做，梗係冇唔錯啊！不然法度，全世界嘅人做下唔掂眼嘅事情，請有阿姑掂眼。冇想到，你是要天天記得我騙我，也係我錢無法度原諒你嘅素材啊！我就係要睇每個人設想，咁樣談咩嘅花？唔講你哋冇權利控制別人嘅人生啊！我按打拼，我用開茶藝館，幫阿爸老阿婆對我感到幸福，攞我人生嘅自主權俾我。冇想到，你是要天天記得我來控制我。楊木兒，你係好常常講嘅幸福係嘛嘅喏？就係講唔出來啊！戇蛇妹，幸福啊，就係活下嘅人從人嘅身邊，大家平安康健，順順事事，也就係幸福啊！佢係阿姑也係認為嘅幸福啊，係講佢當時你冇談阿婆嘅花。交伴成夫，可能日下行較幸福啊！萬人哋啊，可能係得冇幸福啊！冇挑戰過，冇試困難，因為點解冇幸福呢？我用愛用嘅因素哦，我做唔到。嘅樣事，我有一般嘅勇氣就好咧。阿強姨嘛，我想去。我真係冇應該天天阿妹去騙你，係死啦！阿姑，當年你冇做到嘅事情，我替你來完成。係講成功咧，唔只會啲啊，幸福要靠自家去爭取。係講失敗咧，我就會啲強炸嘅果子唔會跳。你也仲做哦，當會講啊？好啦，我認輸咧。你講哦，你執行起來哦，當定人咯，都想我打你。哎呀，冇按行算啊，中意阿姑嘅戀愛態啊！啊哦，
你做年后边个人哦，讲法很太长，嘛个态度啊！啊，从这搞你搞唔会嘛？啊，唔过唔做唔错事情，我要接受改正啊。我那要做唔错事情。我好老人都讲，做唔到用改变骗人嘅人生。你迄个秃胎的呢？我系咪要好可改的啊？不能做迄个啊。那有啊，你都生气。从你团购，この手紙届けるかどうか。亚哈吼，费用机已经抢停吃红了，大家都动起通。那就抢死女一下啦。阿爸老阿婆也有交代爱，也不会做唔得愿意出门。喺房間啲度通久咧。哼，唔知就過嚟聽數啊。阿妹，明明就弟诺不可给身体冇好，做嘛按样讲啊？哎呀，看過生日，內底嘛該做得做，嘛該做唔得做。哎，看唔到強應該時間，哎，都市通了，還在茶園做事。阿妹，诺不可给身体看样嘛？哎，俺用按快命咯，還使講用嘅丈夫，還使辛苦嘅。阿妹，原來就好咧。唔是啦，我唔講，伊是精神較好嘅，唔手出來做事，丈夫嘅辛苦哦，唔係點嘢，見度就做得做嘅。诺不可，来，假使吼，你身体正經冇爽快，就唔是茶妹嘅法。哪樣做得？俺喺成家嘅辛苦，阿妹俺係做事情，俺做得過唔去啊。冇，你聽你迄老阿婆講好嗎？咦喲，你哋阿妹係有上來，俺一定會去。是哩呢。老年新冠條很艱苦，冇辦法，又唔知阿妹因為唔中意我，我日日去，我未會去。好了好了，生你掉的哦。没事啦，你先去洗衫啦，做哪人来做饭？按位置，好爱挂做点心，送去制茶所。阿爸讲，交付以前，制茶所爱加做野工啦。我知咧。副卡嘅事情，看多了就爱去做，我老爱讲怎做，你喺城府嘅太辛苦咧，将来所以理解。嗨，我去洗衫褲咯。还有啦。冇乜事情。作用零沙都低，你喺城府嘅太辛苦，故說佢哋唔會欺負你。不過我人唔說事嘅你講法，我本人啲，你係日本人，對嗎？我知咧。你係真日本嘛？下翻有好多意見咧。安總。
小鬼啊，我身躯在好巴嘞，赶紧落来啊！好。那个丈夫，那个死死的跟毛要紧的，是怕重要啦。老白，阿妹，他们从手术间吐出来哦。医生怎讲？我也唔知啊。醫生老護士哦，喊到手術間度，唔知啲都俾情形用嘅呢。講啊，阿嫂啊，你太太意咧，我不會有神風，可以做啥事？阿姑，我係講阿妹啊，係講阿妹啲阿嫂嘅硬藥，咪會係幾時神父啊？硬啲啊，硬會媽啲啊，阿嫂妹唔會調絲嘅，我咱落去洗衫，咱落去電動啊。好嘞啦，醫院呢，按台上講嘅，你睇我件事。好啊。強啊，你做呢個假，難道一個揾死嘅神父咯？好。強姨媽，阿老強下轉去咧，準備調去試帶過來。阿嫂，若不過咱想咧做唔得說，我等你排戲哦。捱啲啦，唔過大家都有咧，再一等慢慢去辦法咯。哦，哎呀，阿嫂，21號啊，不過專用暗光咯，要嘛個時間，我講到好快啊，會好嘅啦，講啦嘅。阿嫂翻嘅神父準備好咧，唔咁我攞嚟看醫院啊。阿妹，你有嘅數條線呢？做乜嘅冇得包起來啊？冇事啦。阿妹，唔看牙嘅數，行到條線呢，包起來較好啦，哦。好的，但係有冇很關心我？冇人講啦。大家都怪我，講我係我不可做事，我啲啦，也對，我講我係壞家娘。不行球，阿妹，你唔是想很多啦？嗰條三姑六婆，當然都講唔一閒話，唔是較記得。零沙嘅閒話，嘅文化都冇談到啦。呀哈，發生那種嘅事情，會本人公眾用嘅，係當清楚啦。唔關用嘅啊，事情天中嘅高興嘅啊。韓國生意嘅冇咧，用緊神咯。就算生意冇咧，還是很後生，很做得夠強嘅啊。韓國有下醫生很做長久啊，係冇？你阿婆唔會運用人嘅。阿婆。你唔係有種無良嘅人，佢看過遇到嘅世面啊，冇可能因為有種細事情罵你啦。又唔係細事情，係大事情。神父、神隊，我會很短字。昨天我不夠會按用，我就唔會本人做事咧。做啲，佢講大件事情啊，總係做啲。4點當後，仲有意外嘅人雜事咧啊！阿爸咧，阿婆清楚阿爸咧，向阿爸去下老阿婆講，唔係有嘅唔錯噶，嗬。
过嘛还无路用啦。阿妹，麻烦做好了，明天先死了，还得先嘞去医院本子冲死，好。生意就无摕咧啦。阿妹，你要让你退出啦？阿妹退出，唔是啦，我来救好了啦。老母个开刀出来咧啦。阿嫂用的呢？医生啊，敢要讲做乜解要开刀啊？阿嫂啦，医生讲，佢开刀以后无法度救你啦。阿嫂，生命！很水。廿幾番，唔只間老母個講。阿嫂，阿妹，上個個懷孕，我是咋過得去？爸，来好久啊？有一下，爸即摆楼查足专业，有使伙班啊。做啥都爱成啥，我毋若干那卖地，而且嘛要捌地、做地、甲啉地。你为陈小姐去一个摆。无啦，生女中毕业，功课阁袂歹。东方美人。哈？田帮中，搁带一山未开，亲像初恋的滋味，骗过就永远会记。什么东方美人？是讲地？我讲陈小姐。琼英，东方美人。爸，你安尼讲，阁有信哦。地芳有伊迷人的所在，地在伫个无共的所在，无共的气候，甲做地的方式，每一个过程拢会影响到地芳，是一门真深的学问，真大的挑战。有一天，你就会知影。爸，我想要甲你讲好好的代志。早就知影结果的代志，敢有需要讲吗？敢无法度参详？你讲的。嘛是啊，啊若有哦，爸就免遐费气，学校小朋友拢转学啊。我无别款选择，只有用这款方式，互你甘愿转来做我的接班。我会使去别间学校教册啊。我同款甲你找转来。爸，你为什么要逼我？我对做生意就无兴趣，到是互你了钱，啊是要安怎？我既然决定要互你坐这个位，我就爱相信你做会到。你敢做会到？我无信心。我就是等你讲一句话，你无信心无要紧，我有信心就有够啊！我绝对有信心，用上帝的时间将你训练成我的接班人。可是讲，我万一放弃音乐老师的头路，你会使互学校的小朋友再来学校读书无？我甲你挂保证。
哦。我今日真欢喜，行，啉一杯。爸，我不要啉酒。我做生意的第一课，啉酒。天啊！喝了一整晚，怎么还那么清醒啊？等平常喝醉回来，到底是喝了多少酒才醉的？志崇，你转来嘞？你吃饱吗？还有煮牛爱食嘅菜包暖呢，牛爱食吗？嘿，你阿姑哦，一片烟照顾侬不可，帮你做那黑苦你害，可你安泰诶，平烟哦你就莫去嘞，侬不可本来就照顾就好嘞。你要不要在台北叔叔可以先生鸦片？有你听书啊？阿妹，来弟，你照顾诺不可安泰诶，来，先去洗身啊，那水乱喝。妹，用的喏。是阿姨你问开始，你刚有问过诺不可伊压下身体状况用冇？佢敢有危险？佢爱到嘛个东西？阿妹，诺不可佢天天爱弟你搬到台湾来，阿妹有答应阿妹会好好照顾佢啊。不过佢压下暗用，你这样子爱心管头有一艰苦冇？阿妹，我就会拜托你，做得对诺不可较好一些嘞，好冇？你嘅意思係講，我欺負諾不可？俺冇迄呀只日思啦，你冇按用想。你明明就係按用嘅意思啊！你講，我對諾不可唔好，你怎會順身？叔叔好，怎唔會叫？係冇？阿妹，俺冇怪你。你有，你問，我就問你，會甜冇？吃飽冇？愛洗身冇？唔講你呢？你有問過我冇？哈？你有問我會甜冇？你跟我關心你嘅朋友，好唔好？你冇記得？我怎會生你養你？照顧你一生年嘅你。阿妹，你係愛阿妹，佢係愛朋友。對我來講，你倆就係愛一副卡人，全就強用中用咩？你就能強用啊？你們真不給你，如果我唔可以買你，你叫乜你？就愛當做紙卡給你，哈？你趕緊生活，不搞給太小事，那還唔聽我在做？你冇眼條，也冇叫乜解啊？問你，都做地講我唔做。
做唔拉，做唔好。你做唔得安尼讲，唔对无？妹，你做唔得讲爱做唔错，爱对你对爱自家还要好诶。根本你为个一个生妹，安尼讲啊，你太过分了，你对无？妹，我就拜托你，你做得对诺不可较好一些嘞，较公平一些嘞。咖啡做得将对我的好分一半分诺不可，做得无？你迄头你阿婆讲啊，将对你阿爸嘅好，分一半分来啊！甘愿，不管夜，演剧，不惊